镜头往来看美洲，美国北加州的近海，当地初5早起10点半左右，是发生规模7个大地动。加州俄勒冈州的沿海地区，上无是有530万人受到大海中警报。这加州不少自治单位是赶紧甲民众疏散去地势较悬，也是较内陆的所在，经过点外钟才解除紧急状态。 海岸边的公路车辆排甲真长，离海岸较远的球场嘛，组织真侪居民。美国北加州近海在当地初5早起10点半外，发生真罕的看到的规模7.0的强烈地动，互当局对加州俄勒冈州大片海岸地区至少530万人发布海啸警报。 I think the warning was issued in this case because it was a shallow earthquake, so there is slightly increased potential for tsunami genesis if that earthquake is able to result in significant shaking all the way near the surface. And then also there was at least some vertical displacements. 根据 USGS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讯，地动发生在当地早起10点44分，地方是在加州佩特罗利亚西北边，差不多63公里远的太平洋海面，电源深度只有600公尺，和真侪所在拢感受到强烈地动，连几百公里外的旧金山居民拢感受到地动的威力。这个7.0的地动，嘛是加州在1906年有地动的记录以来第12强的地动。因为了后阁发生几个余震，和真侪地区的自治单位紧急疏散居民到地势较悬的所在，也是 更加内陆的地区，加州州长纽森嘛伫第一时间签紧急状态声明，疏散居民，嘛互联邦政府的资源会当快速转移到沿海受影响的地区。 I just signed off on a state of emergency declaration that will allow us to provide more resources, provide some of our National Guard resources as needed, access to state fairgrounds, waiving some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for that part of the state. It's 外国媒体 BBC 报道，这是今年全球第9届规模达到7.0的强烈地动。地动造成加州风暴郡差不多1万人无电通用，好在这地动无造成真悬的伤亡，也是大面积的震灾。而海啸警报嘛，伫1点外钟了后解除。大气科学家史温表示，这个海面上可能阁有无稳定的海流、海涌，提醒民众暂时莫去海边活动。同时阵嘛无排除阁有余震发生。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